從有壓力變成冇壓力，引導冥想練習。大家好，我係紋身人妻。今日我哋嚟傾下關於過大嘅壓力啊。大多數聽緊呢個影片嘅你哋，都可能活在繁忙嘅大都市，過住有壓力嘅生活。但係有壓力嘅生活唔代表你係一個有壓力嘅人。壓力同埋快樂一樣，都係隨時可以變換嘅心境。喺此時此刻，你其實已經擁有晒你所需要嘅一切，你絕對有能力可以自己重返平靜。而呢一段冥想錄音係會幫助引導你進行深度呼吸，釋放緊張嘅束縛，重新聯繫內心一直存在嘅寧靜。首先，請你揾個舒服嘅姿勢，坐直但放鬆個人，或者如果你想嘅話，瞓低都得，讓你對手自然咁放鬆，輕輕眯埋對眼。首先做一個深呼吸，用鼻慢慢吸一口氣，然後用個口嘆出嚟。開始放低你頭腦裏面嘅千萬種想法，我哋冥想完先返去處理都得。而家，請你將注意力帶返去你嘅身體，回到當下，由你嘅頭頂部位開始，用注意力慢慢向下掃描，每掃描一個地方，你就叫嗰度放鬆。首先你放鬆個額頭，將你對眼仔附近嘅肌肉都放鬆，喐下個下巴，牙齒微微張開，感受你成塊面珠墩嘅肌肉都可以鬆弛落嚟，然後再將注意力帶到去你嘅膊頭，每一次嘅呼氣，你睇下可唔可以讓你嘅膊頭再放低啲，用你嘅深呼吸去融化緊張同埋壓力啊！慢慢將注意力集中去感受，當你呼吸嘅時候，你心口嘅起伏，同埋你個肚部都同時有擴張同埋收縮。感受下你而家嘅腰部、pat pat、後背都開始沉重，一直繼續掃描落去你對腳，由大髀、小腿落到腳踭，再到腳板底，感覺好似你對腳會生根咁紮實、穩定、安全。繼續呼吸。
你知唔知道啊？我哋個大腦每日會產生大約5萬個念頭㗎。如果我哋相信晒每一個念頭，人生就會好似一團糟咁㗎喇。但係念頭就係念頭，你可以當佢係飄過嘅雲，而唔係個天空嘅本身。你先至係個天空，而壓力只係經過呢個天空嘅天氣現象。而家你試下喺腦海裏面想象一條平靜嘅河流，隨住每一次呼吸經流你嘅身體。當你吸氣嘅時候，清澈嘅河水可以為你帶嚟舒暢；而當你呼氣嘅時候，條河會帶走壓力同埋緊張，將佢哋溶解喺呢啲水流之中。你每一次嘅一呼一吸之間，呢一條河都會幫你洗乾淨你啲壓力同埋你唔要嘅想法。好好啊，咁我哋而家嚟一齊進行3次有力度嘅深呼吸。當你有意識咁慢慢呼吸嘅功用，係可以放鬆你嘅神經系統，將壓力可以推走㗎。準備好就嚟咯喎！第一次，深深吸氣，等空氣充滿全身，hold住個頂。當你呼氣嘅時候，就釋放你嘅緊張同埋壓力。第二次，再一次吸氣，感受你嘅細胞充滿氧氣，充滿活力，hold住個頂，感恩。然後當你呼氣嘅時候，更加沉入平靜之中。最後一次，第3次嘅吸氣，深深咁樣吸到心口、肚度，呼住 hold 住。當你呼氣嘅時候，心裏同身體落指令，同你嘅身體講：我而家好放鬆，好舒服。而家默默喺心裏面重複以下呢幾句說話，等佢哋嘅震動喺你嘅心裏有回響，然後慢慢地可以令你回復冇壓力嘅狀態。準備咯喎，會有4句嘅。第一句啦，每一日無論喺邊一方面，我都會變得越嚟越平靜。隨住每一次嘅呼吸，我都會變得更加堅強。
就算壓力或者會再次出現，但係我可以選擇點樣面對。最後一句啦，平靜永遠係我伸手可及之處。好好，而家我哋嚟做一個幻想練習。喺你嘅心裏面，將你嘅壓力想象成一片片嘅烏雲，幻想自己睇住呢一啲烏雲開始消散，然後慢慢被一啲溫暖嘅金色光芒取代。呢一道光芒慢慢咁樣擴散到你嘅全身，為你帶嚟清晰、韌力同埋平靜嘅心境。從今以後，當壓力出現，你都會諗起呢一道金色嘅光芒，記翻起你內心嘅平靜，並且可以透過有意識嘅深呼吸，帶自己翻嚟呢一度。喺之後嘅日子，你可能會發現自己會用唔同嘅方法去應對挑戰，你亦都可能會發現自己有更加多嘅耐性，諗嘢更加清晰，對事更加鬆容。而就算第時會有壓力出現嘅時刻都好啦，你知道，只要自己停一停低，慢慢做3次深呼吸，就可以將你帶返平靜㗎喇。
好，而家我會由1數到5，每數一個數字，你就會更加回到當下，精神煥發，平靜自在，準備好去迎接今日之後嘅時間。1，慢慢返返嚟你而家嘅地方。2，帶住內心平靜嘅記憶。3，感覺到精神煥發，腳踏實地。4，清晰平靜地準備好迎接以下嚟嘅一切。5，睜開雙眼，喐下個身，扭下個腰，喐下啲手指腳趾。歡迎你返返嚟你呢度啊！我祝你今日會過得愉快，拜拜。